来看早起有民间团体去卫生福利部抗议因批评讲打公布的社会救助法的草案根本无法度真正来帮助善食人。因呼吁政府一寡针对中低收入户的补助各福利政策，应该要全面来检讨。社救法要脱贫。 社会团体伫卫福部头前发出诉求，因不满卫福部4月2日公布的社会救助法修法草案，根本无针对善食家庭就业问题提出救助，无法度真正帮助这寡善食人翻身、改变生活，因的后一代嘛无法度脱离善食。社会救助法它最关键的是要作为贫穷者的最低的一个底线，所以它不只是提供福利的救助而已，更关键的应该是要让这些弱势者都有机会能够脱离贫穷。有些贫困者啊，他发现他的工作收入，我今年的工作收入快要超过了贫穷线，快要超过了我的低收了，那我就干脆赶快辞职，我控制我的收入，我不要做了。周先是因为行动无方便，逐个月拢会当领低收入户补助，佮有居家照顾补助。不过，伊若是有去做工课了后，低收入户补助就会互人取消。伊认为政府目前的补助并无针对无工族群提出无共的措施，敢若是有，也是无两种选择。他现在给我工作没有问题，但是他工作所得列入的时候，我可能因为社会福利，比如说我现在有长照啊，有个人助理的这些服务，可是万一我一工作超出他的那个所谓基本线，我这个福利被取消，那我变成这些生活必须的这些社会福利的资源，就变成要自费了。社会团体表示，台湾真侪中低收的民众，若找到工课，政府就会马上取消补助甲福利。有弱势者为着要继续领补助，规气甲头路死掉，较会好。另外，社会团体嘛批评卫福部开会要讨论社会救助法的修法草案，但是却无邀请弱势者去参与会议表达意见，互讨论变做一种形式，敢若过场尔尔。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